關於工地安全嘅救命科技，仲有好多嘅喎，金屬棚架啦，金屬棚架啦，金屬棚架啦，全世界都用緊金屬棚架，香港仲喺用緊因為竹棚，要錢買嘅呢啲嘢，係啊，你要預咗㗎啦，係要俾貴啲啊，但香港就係一個咁嘅地方，啱唔啱？啊，金屬棚架啊！金屬棚架啦，金屬棚架啊！可能金屬棚係未來嘅一個趨勢啊，只用多啲嘅金屬棚架嘅，加大金屬棚嘅使用，係減低意外。無論竹棚定金屬棚，具備有效拉猛嘅棚係唔會倒塌嘅。用棚工人嘅認知不足，貪快解拉猛，係香港90%以上嘅棚架倒塌成因啊！我強調一句啫，如果係竹棚架好，鋼嘅棚架都好啦，只要係跟足有關嘅指引同埋安全措施咧，個安全係數都係好高嘅。